多好热闹，我的哪弄啥？多热闹的了，要多是啊？那我们来本地，我里面多么中华年呢？来，我好热闹，我聊这啊？我家三千男的要老包，怎么你干还哦？看我几波车啊！我的哟！你家这知道不叫那种该要误了啊？这车哪时间啊？要发现这因为这个大了哈，我叫他了，没有打工地啊。就好工地里了。大夫好的了，我去好工地里每顿那是都，我大工都要问到明是啊，我到那问到到了，他们到起早上来到这样工地里呗，我到这叫那样工地里呢，我家还了呢，叫你好工地里少了的叫工地人那里的妈们到我去呢，对，路工地过来那里我去没到工地人那里，我没了把微信啊，没发没家买了我嘛，没得了，我马上没了把微没家买了我。没发那嘛，结果家中年的放茶位啊，没变到了嘛，家进到点，你我是多少？对，没变到了，家进到就是这种哈，中国民呢，就到本来家就碰到我我猜是多什么都来了，安这位，我家去干酒了老妈的好工地蛋糕鸡蛋，我去报喂，安这多。好白工地就没这面才容易多呀嘛，家多拿路呢老半年了这那买好多弄么我都是不让工地呢，就是胡搞的了说，喂买，你买蛋糕了，我去报那老你啊？就我的家我去报没花钱吗？有人说那老师上班去帮我看个好哈，那帮我理解，我要进去嘛算了，入了就入你挖着你挖着入了噻，你过了，我没得了，包都没那种容易了，也今年半年那些多这种低压嘛，对的了多进来个多容易多呢，到的低压那嘛，你说有几句嘛啥那到没害到，去那我啥个好。那以前没跑我去跑海里没捞妈妈，人干我这里带我那个我蹲球多去用这种没人呀老妈子呢？老你本事老被抢了，你本事一找老多我牛，中国牛，我让多呀，没错，我觉得不家我中年你那么的人，只不过谁跟那是胡的呢？那啥我多了冬雨上被包上给别还活那个被谁还有咋被的多挺多么？现在了嘛，没考这个俺们考了噻，干么来？没了，